小他二把的，李亚门为刚刚老师读念都偏，今天送上的路线嘛，都要嘛七八偏，那种路线嘛偏家的嘛，五苗民当面等米大数嘛七八偏，现在路地拉工、大马里工、金家工路工，用地高大的拉花叶，这个都两家的七八偏，都偏八月路线路嘛面呢，为啥上月家都工？你打可能那些他为大陆农民啦，这个那让农民耶，第二个比罗，有的个小他二把的，李亚能为咱家老师都面都偏。